香港樓市好似遊戲咁咯，因為我之前係輸家啊嘛，咁我而家就好希望唔想輸咁多，就為咗要唔好輸咁多，咪想快啲參加呢個買樓遊戲，令到自己快啲 accumulate 呢一啲資本，就做贏家咯。呢個遊戲最大嘅一個贏家就係一啲嘅累積到資產，透過投資買樓贏到最多錢嗰啲，呢個就係大贏家啦。我而家呢一刻你可以話好似停咗喺度，係啊，我唔選擇繼續去買樓買地玩呢個遊戲。我希望用一啲我自己認為有意義嘅方法去贏我自己呢個人生咯。我同 Meiling 都會有一個共同目標，我哋都希望係可以置業嘅，可以買到樓嘅，亦都希望可以生到1至2個小朋友嘅，咁組織係一個家庭。即係成個目標嚟講，都係向前行緊咯。當然有時可能行幾步又褪咗一兩，又褪翻後一兩格咁樣。咁但係最個重點就係話，其實我哋向住個終點行緊咯。我係施德來。喺房署嘅數字顯示，喺元洲村近日嘅高空雜物數字係持續上升嘅。你好啊，我係黃姑娘啊。想問下咧，你咧教育局嗰份工咧，你而家咪啱啱開始做嘅？如果你有啲乜嘢需要，你都打翻電話俾我哋啊。你還收啊？我哋咧其實嚟緊1月份會結婚啦，1、2、3。搞一個婚禮係會使好多錢咯。咁可能人生中真係計，我諗除咗讀大學使得最多錢之外咧，就應該係計今次搞婚禮係使得最多錢啦。多謝晒，你見到佢都飽啦。咁嚟緊咧，我哋再去搞住屋嘅問題，搞生小朋友嘅問題，養育小朋友嘅問題，咁又係另一筆我哋要去計數嘅一筆投資或者係一個計劃咯。貴啲咯，即係你全部都200幾萬啦，85萬。第二市場我睇係要攞咩先買到？有陣時會比較困惑一啲個，即係好似我哋依家先儲咗一筆錢啦，但係就嚟緊結婚會用咗啦。咁結完婚之後咧，我哋又要再諗到底生小朋友先啦，定買樓先？因為其實生小朋友有個時間嘅限制嘅，你唔可以太遲生噶嘛。買樓先定生小朋友先？其實都同阿內咁講，即係其實呢一刻我都好難做到一個決定咯。3000幾蚊就其實唔易揾㗎，你真係要衝呢啲地方先有到。如果係買樓對佢哋嚟講係好似一個家庭嘅基礎，都冇得跌㗎啦。其實而家係一齊建立咗呢個家庭，其實唔係俾自己嘅，可能真係俾下一代嘅。阿來大學畢業之後就做議員助理，做咗4年，人工由初入職8000蚊加到而家1萬蚊。再做落去，佢都知道收入約莫都係咁上下。呢份工啊，人工方面唔係好高嘅，但係因為自己中意做咯。依家20零歲啦，未到30，都作為一個可以係發夢嘅階段，可以係為自己嘅理想去尋覓嘅。但係可能過咗30之後或者35之後，開始就要踏實啲啦。去現實啲啦，亦都如果真係將來有小朋友嘅時候，就更加係要為着一個好實際嘅生計而考慮嘅時候，咁真係轉行唔奇咯。Meiling 以前都係做議員助理，後來轉咗行做社工，每個月人工接近15000蚊。
慳錢都由細節開始啦，即係包括帶飯啦。未講結婚之前呢，其實我係從來都唔帶飯嘅，即係餐餐都係出去食嘅。咁但係真係計翻條數，你一個月其實即係用膳嘅費用係真係好貴咯。所以我而家一個禮拜都會有3至4日都會帶飯咯，即係起碼都慳500蚊一個月。呢度俾我感覺一個城堡咯。而家起嘅新樓咧，全部都係一啲所謂嘅豪宅嘅時候咧，即係貴到個地步，根本就係唔知點樣去打算，亦都唔敢去打算咯。係啊，即係可能窮一生精力去追一層樓，未必追到，就算俾你追到都好啦。咁嗰個生活係咪我想呢？阿勤大學畢業10年，做過區議員，讀完一個碩士課程，依家又攻讀緊另一個哲學碩士。佢覺得應該趁住年輕，及早去追求自己嘅理想。立法會最大嘅權咧，就係批錢啦。我選擇希望可以後生嘅時候，即係未必係累積自己嘅財富咯。係啊，希望可以累積多啲自己工作經驗啦，或者一啲嘅知識啦，希望可以將來幫助到自己嘅發展咯。嗱，其實今日最後一堂啦。咁我自己讀書要交學費，用嘅錢其實對於我嚟講唔少咯。係啊，差唔多10幾20萬都要。係啊，咁調翻轉你話，若果我唔讀書嘅話，用呢筆錢去買樓得唔得咧？係啊，如果唔讀書嘅話，即係自己再去儲翻啲錢嘅話咧，可能按翻呢個正路玩呢個遊戲咧，其實可能都可以玩嘅。唔係自己屋咧，咁都盡量可以免則免一啲家私就係啊，譬如我梳化啊、其他家私啊、櫃啊，我都冇買過咯。政府亦都擔心會影響瑞士一貫中立嘅國際形象。咁另外電視嘅話咧，就用電腦睇咯。射手傑斯明。阿勤年初搬出嚟自己住，呢度月租要6000蚊，學費又要4000蚊，而佢每個月平均14,000蚊嘅收入，要應付咁多嘅開支，只係僅僅夠。嚟緊下年年初咧，我諗相比起而家個收入會減低啲咯。所以其實而家就算儲到錢都好啦，都唔係我嚟儲嚟去為自己規劃啲咩咯，而係儲嚟應付嚟緊呢幾個月眼前嘅生活需要咯。嗱，畢咗業我10年啦。第一個10年其實選擇就係可能做一啲自己覺得有興趣有意義嘅工作啦。咁究竟人生第2個10年畢業之後第3個10年會點呢？係咪可以買到樓呢？其實會有咁嘅希望咯，因為樓對於而家一個香港人嚟講呢，我覺得係重要嘅。係啊，無論喺生活上面好，或者你社會階級流動好，或者你對於累積資產好。咁但係呢一個目標係咪即係我可以預期可以達到呢？其實我而家真係毫無頭緒咯。有啲咩錢我哋每個月緊就一定要使㗎？管理費咯，650蚊，水費你就100蚊到啦。我自己咧每季要還學費還4200嘅。我哋兩個 MPF 加埋 MPF 1250，再加我成1300蚊保險嗰啲，同埋買基金咯。12615。我哋剩低啲1萬蚊啦。嘆氣。少少啦，我當首期咧，依家係都要俾30%噶嘛。如果200萬
1、2、3、4、5，係啦，200萬嘅樓俾3成按揭嘅話，就要儲60萬。60萬，我用幾多年時間儲好啊？5000蚊嘅話，即係要10年時間先可以儲到個首期。真係儲10年㗎。到時啲樓會唔會唔止200萬？到時可能我哋想買嗰啲已經變咗300萬㗎，咁你係不斷咁喺度追緊。收貼啦！多謝你哋咁開張貼嗰個，嗰個都係你主持㗎，都係我主持啊！今日咧係我哋第2次咧講開兄弟姊妹會啊，上頭係啦，即係可能要做緊嗰啲嘢啊。開始去計劃結婚嘅時候咧，都會覺得買樓、結婚、生仔係呢3個係的確係環環緊扣嘅。我冇諗住買樓咯，雖然我阿爸阿媽會成日叫我話我俾首期你啊，你自己供啊。我話我用我半份人工或者4分3嘅人工去供一層樓，其實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唔值㗎咯。樓價不嬲係貴㗎啦，由97年到而家都係貴㗎，但係問題個人工咧係更加低咯。咁青少年即係我哋呢班咧係好冇保障㗎，返啲工可能都係簽一年合約。咁去到年尾你又要再諗下，續唔續到約？但係如果續唔到約嘅話咧，咁你去再揾多一份，要去揾工喎。咁你咁冇保障之下咧，你點樣叫啲後生仔去諗一個好長遠嘅 planning 去買樓啊？咁其實行過嚟都好近，你都 OK 嘅。寫600幾尺啫，咁佢實際可能都有得500啫嘛，真係可以去睇下先咯。如果你係中意啲高層啊有開揚嘅景觀咧，我諗呢個單位幾適合俾你。但會唔會短期內有啊 BB 啊？2、3年後嘅暫時嘅計劃。咁可能你可以將2間房打通都得。依家咧呢隻單位開價咧，其實幾多錢度啊？就190萬。如果好似頭先係講供25年或者30年，月供即係幾多錢啊？4900幾。如果後生嘅真係供長啲，30年到你可能到時以同個經紀傾嘅過程裏面，真係又真係諗多啲就係係咪即係要20年咧？可唔可以諗到即係拖長少少25年、30年？即係可能我哋住10年、8年之後，可能已經係換第2層樓咧。咁即係可能到時嗰個壓力冇咁大咧，就可能即係可以將資源放喺多少少喺個小朋友上面，就唔使好似全部都淨係喺晒啲樓度啊。通常佢就數字細啲啦，但係佢因為門口咧就係個廳。阿來同 Mayling 每個月收入加埋有25,000蚊，啱啱過咗申請居屋嘅入息上限，所以佢哋要買樓唯有選擇私人樓。根據統計處嘅資料顯示，30至34歲嘅個人入息中位數由03年沙士開始去到舊年都維持喺12,000蚊嘅水平，但係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就由03年嘅61.5升到舊年嘅120，升幅接近1倍。而家你開188，呢個180、180，咁樓嘅呢就夠成高。哇！好光猛啊！幾正我望住個水晶燈嘅時候，好緊要啊！呢個水晶燈真係好吸引。其實係睇得好開心嘅，即係之前咧，即係我哋計完數之後就覺得，好似好遙遠咁樣喎買樓。咁但係而家其實睇下都有個可能性喺度咯。係啊，最緊要係即係我哋肯唔肯即係取捨一啲，即係可以唔介意遠少少啊，即係未必係我哋而家本身住緊市區中心嘅地方咯。咁都有選擇。因為呢一間佢放係205萬。因為呢一度租咧咁樣嘅價格咧，最 basic 嘅租金要8000蚊，冇裝修嗰啲都要7500蚊以上，係咁樣嘅價格。無論咩層數都好，即係有個首期，即係買即係供樓同埋租樓。
睇咗幾個盤啦，其實全部都係20年樓齡以上嘅。去對比翻咧，覺得依家啲發展商起緊嘅樓，唔係真係用家角度出發咯，佢係逼你去多啲消費咯。無論係會所又好，或者係其他配套設施都好，你問我同俾你拎，我覺得唔需要咯。你淨係需要一個閂埋咗棟大門之後，室內嘅環境四正正、光猛實用、通風好，就係我哋想要嘅地方咯。而家啲電視都全部掛牆咯，同埋個梳化好巧妙啊！佢用得，因為咧佢個膊係好窄㗎，所以佢個深度好淺，你睇到個廳越大咗。因為我一路都有睇開呢個即係嗰個樓市嗰個情況㗎嘛，咁就知道都呢啲市區嘅單棟嘅新樓都知道大概係5000啊、6000啊、7000蚊到一尺。佢一講出嚟都要300-400萬，我都覺得好嘩然，瘋狂㗎！我覺得呢個樓市係瘋狂。經歷咗SARS之後咧，我覺得好對於嗰個樓市即係信心比較都係低嘅。諗住後生啊嘛，咁都想有種流動性，即係中意做乜就做乜啊，搬去邊度就搬去邊度。初嚟揾工就嗰陣時啱啱科網股爆破啦，咁就我有埋碩士學位出到嚟都係得9000蚊月薪，咁但係都唔緊要嘅，我覺得可以捱得到嘅。咁跟住就租咗間4000，即係用一半嘅人工租咗間屋啦。之後就真係環境好啲啦，咁又加人工啊、升職啊咁樣啦。咁跟住就但係搬到去第二間屋嗰度咧，就住好啲啦。咁咧，但係嗰個租金就真係以即係幾級跳咁樣咯，業主會成日睇住個市價，然之後睇下即係幾時可以搲到多啲錢，咁其實好唔穩定咯，變咗搬嚟搬去咯，即係可能係因為要就住份工，可能因為係價錢嘅問題嚇，咁就成日走爛咁有種咁嘅感覺，個心都好唔安定。呢口價單止極接近當日都4個。譚慧雲98年由加拿大回流香港工作，冇諗過要喺度置業。不過業主不停咁加租，加上舊年大病咗一場，令佢決定要安頓落嚟買樓置業。今年年初，屋企人幫佢俾咗首期，正式成為業主。嗰時買咗樓嘅第一種感覺就係覺得哇！即係好大單啦！呢單買賣，我覺得幾百萬啦，我未見過一張本票係幾百萬嘅，即係你真係覺得好，即係唔識講點解可以，即係呢嚿嘢就咁值錢。其實我以前咧好不屑啲人咧滿口咧就成日講炒樓啊、樓價、尺價，即係覺得即係炒樓係即係嗰個滾動錢財嗰個方法。但係我而家咪變咗立志要做包租婆咯。呢個就係我志向啦，因為我覺得個遊戲就係咁樣玩啊嘛。你如果唔咁樣玩呢個遊戲，其實你咪變咗其實生存唔到咯。下一步就係要快啲儲錢，儲第二個首期，然之後做包租婆。而家今日孝順啲，咁咪就係唔好順仔，係喎，講真啊，你又食啊？你哋近排有冇去買樓？就係結婚咯喎。今日咧去咗睇沙田同睇葵芳，咁遠嘅？點解咧？就算我睇沙田啊、葵芳嗰啲都要180幾萬、200萬。你供得起咩？一個月供6000。得啦，兩公婆一齊供嘅就得嘅嚇。減低啲樓，唔係呢排啲樓又太貴得滯啦，貴過滯。貴得滯啲學生買唔起。普通呢啲打工仔嘅要供好辛苦嘅嚇。供得樓嚟養唔起仔，養仔就供唔到樓，兩期難啊，只有選一樣。唯有咧就我哋即係老人家幫下手咯，睇下爸爸幫下可唔可以幫補啊首期啊，或者係點樣啊？
咁咧，我咧就佢哋如果真係一個唔覺意生埋仔，就幫佢哋湊噶啦。未來挑戰唔係買層樓咁簡單，係買完層樓綁死咗你，你仲要綁你有仔女嘅時間，你點樣去處理咯？到今日為止咧，咁暫時我同 Mei-ling 咧依家會做個決定，就係暫時住喺呢一度，其實就係Mei-ling 佢嘅屋企嘅，咁佢暫時同佢阿哥住啦。咁因為始終係Mei-ling 嘅爸爸媽媽留落嘅一個物業，咁已經唔需要再供款啦，咁變咗可以多少少空間俾我哋去儲錢咯。我諗我同阿來最終咧都係靠緊上一代。就算係即係阿來嘅爸爸媽媽冇出手都好，其實我哋都係靠緊我爸爸媽媽出手嘅，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即係都係我父母留低俾我有好重要嘅禮物啦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似薪火相傳嗰種感覺啦。跟住本劇集《巴不得爸爸》大結局。政府03年開始推動創意工業，配合政策不斷發展，到今日已成為6大首推產業之一。幾位唔同界別滿懷創意嘅年青人喺拼搏前線，到底呢啲政策幫唔幫到佢哋發展？鏗鏘集下星期日晚7點35分，翡翠台。